歡迎嚟到冥想時刻，好開心你選擇咗用冥想嚟開始呢一日，為自己注入正面嘅能量。而家請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慢慢合埋雙眼，將手輕輕放喺膝頭或者大髀上面，做3個深呼吸。呼氣嘅時候打開口，將氣呼出嚟。而家用少少時間去培養感恩，當係有啲乜嘢值得你去感恩呢？再次吸氣，呼氣，深深咁吸氣，呼氣。而家想象一股溫暖、耀眼嘅正能量喺你嘅頭頂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呢股正能量慢慢咁進入你嘅身體，流遍你嘅全身，一直去到四肢，將體內沉積、纏繞住你嘅負能量，經腳尖排出體外。我哋跟住呢一個嘅想象，再做多幾次嘅深呼吸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透過呢個練習，我哋幫自己淨化能量，呼出所有嘅壓力、焦慮、不安，讓我哋帶住清晰嘅意念，慢慢去塑造自己想要嘅生活。接落嚟，我會讀一啲正面嘅肯定語，你可以喺內心一齊默念。我有價值，值得擁有一切嘅美好。我愛自己，我信任自己，我對自己充滿信心，我為自己感到驕傲。發生嘅一切都係為咗成就更好嘅自己。我選擇愛，捨棄恐懼，我值得被愛，亦有能力去愛人。我嘅生活豐盛，充滿能量，充滿喜悅。過去定義唔到我嘅未來，今日係一個新嘅開始。我有能力去創造我理想嘅生活。讓我哋再次做3個嘅深呼吸。呼氣嘅時候打開口，吸氣，呼氣，你已經準備好以最好嘅狀態迎接今日。你可以喺度停留多一陣，直至到你覺得足夠為止。
又或者慢慢打開雙眼。祝你有美好嘅一日。Namaste。